泰国今日发生严重的枪杀案，凶手是一个放开队警察，撞入幼儿园开枪，至少有38人死亡。北韩今日阁社会弹，联合国安理会开紧急会议，要加强制裁北韩，不过煞是受到中国甲罗西亚阻挡。自从 OPEC Plus 宣布要减少石油的产量，美国认为 OPEC 是甲罗西亚斗空，斗对付西方国家的制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新闻头起先行到泰国。泰国今日是发生严重的枪杀案，而且地点竟然是伫一间幼稚园内底，凶手因过阁是一个警察。目前至少已经有38个人死亡啊，包含24个囡仔。凶手犯案了后嘛自杀死亡。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有侪救护车出入，赶要甲受伤的人送去病院急救。家长嘛拢徛伫咧幼儿园外口正着急。根据泰国媒体报道，凶手是去年因为毒品的问题去互死头路警察，然而竟然是夜倒夜枪撞入去泰国东北部的一间幼儿园，亲像是起小共款开枪四价单。目前至少是有38个人死亡啊。泰国警方表示，凶手犯案逃走了后，搁返去厝杀死伊的亲人，伊本人嘛已经自杀死亡。因为北韩昨日是发射飞弹飞过日本的领空，为着压制北韩，美国的航空母舰雷军号本地是已经离开东海，迄阵阁翻头返去伫遐布局。看到这个局势，北韩是毋但无较准则，ยัง去再起阁射2粒飞弹，这已经是北韩12天来第6届射飞弹。联合国安理会拜三是开紧急会议，讨论讲要加强制裁北韩，不过煞是受到中国甲罗西亚阻挡。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就点名中国甲罗西亚包庇挺升北韩恶质的行为。美国驻联合国的副大使是随回呛讲，美国直直举行联合军演，才是威胁着区域的和平。反对美国带头制裁北韩，罗西亚嘛对咧讲，制裁是无法度化解对立，是无帮助的。安理会三国刺牙超袂对同，就分析指出讲，北韩是真有可能会趁这个机会测验更较侪核武器。北朝鮮が繰り返す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は関連する国連安保理決議にも違反するもので断じて許されず。北韩当地时间今仔日早起6点多，各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峡发射2粒低程弹道飞弹，拢落伫日本经济海峡外围，再度引起日本的不满。平壤方面是讲，是为了抗击美国甲南韩的联合军事演习。这已经是北韩12天以来第6摆试射飞弹，拜日的中程弹道飞弹也阁飞过日本顶面。美国随即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希望强化对北韩的制裁。不过自从5月提案失败了后，这摆同款拄着阻力。The DPRK has enjoyed blanket protection from 2 members of this council. These 2 members have gone out of their way to justify the DPRK's repeated provocations and block every attempt to update the sanctions regime. 美国大使直接点名，中国两国和金正恩有好势，中国虽回呛，美国定举行联合军演，这是威胁区域稳定的乐观。实际上，奉行双重标准，进行政治操弄，毒化了地区安全环境。俄罗斯也符合中国认为扩大制裁对化解区域紧张无帮助。Мы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говорили и повторим вновь: введение новых санкций против КНДР – это тупиковый путь. Мера, которая, как мы уже сказали, не приносит в случае с КНДР ровным счетом никакого результата. 分析指出，北韩看准联合国安理会已经无共向谈判中期遥遥无期的时机，恐惊会发动更较侪武器测试，甚至可能伫中共16、20代了后第7摆进行核子试验。面对北韩一连串的假术动作，美国拜三紧急下令航空母舰雷军号战斗群重返朝鲜半岛。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伫下昼甲南韩总统尹锡悦通电话，双方同意提出新制裁，加强对北韩施压。公司新闻站回编编译。因为罗西亚是石油甲天然气的大出口国，自从战争了后，这款燃料价格就直直飙起哩。根据美国 FTI 的资料，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原油一桶大概是60到70块美金。今年2月底爆发战争了后，加上国际制裁罗西亚，用罗西亚的石油无要甲用，市场就变甲油变真少，变真贵，一桶上悬是起到超过120块美金。
为着甲继续压落来，美国是放出因的战备石油，不过效果是真有限。一直到今年年中，因为美国升利息，美金起价，换美金买石油就会贵真济，市场的需求才慢慢降落来，继续嘛对咧落。后来因为一直无法度化解全球通货膨胀的问题，一个国家拢开始升利息，大家开始甲气钱欠落来，又开始愈来愈少人买，继续10月初就剩76块左右。即阵 OPEC Plus 也就是石油的输出国组织，甲一寡生产国宣布讲要减少石油的产量，这量若变少，物件就会搁较值钱。不过美国是认为讲 OPEC Plus 减产不只是经济问题，嘛牵连到政治问题，因为讲因是甲罗西亚斗空，要甲罗西亚做伙对付西方国家制裁。Show me where is the act of belligerence, period. 这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甲产油盟国初五伫维也纳会议了后，记者问沙烏地阿拉伯能源部长，台港减产200萬桶原油，敢是方用来當做甲俄羅斯聯手將能源當做武器時陣所得到的回應。OPEC 表示，減產的決定是因為全球經濟甲石油市場前景的不確定性氛圍。We are not endangering the energy markets. We are providing security, stability to the energy markets. At a price. Everything has a price. Energy security has a price as well. We wanted to give the market a guidance, but that guidance could change relevant to the situation that may prevail. But as it is today, we feel much more assured that we should give that comfort to the market. OPEC 的做法引起美國白宮的批評。 OPEC's decision to cut production's quotas is short-sighted, and the president will continue to direct SPR releases as necessary. It's clear that OPEC Plus is aligning with Russia with today's announcement. 在这个同时，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初五表示，俄國可能減產原油，以抵消西方國家因為俄烏戰事對俄石油採取繼續上限措施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消息人士甲路透社講，美國總統拜登正向 OPEC 施壓，避免造成大減產，因為伊希望在11月初尾期中選舉進前，防止美國汽油價。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譯。世界上大條，帶大家來關心國際主流媒體新聞重點。頭先先來看日本三更新聞，北韓各向日本東發射飛彈。日本防衛大臣表示，其中一粒懷疑是會當佇咧空中臨時改變路線飛彈，威脅佫較大。韓國朝鮮日報報道，美國雷根號航空母艦翻頭駛向東海，韓國、美國繼續佇咧東海部署航空母艦，強調兩國堅定對抗北韓氣勢決心。英國《Times》報道，前文化大臣也是現任的保守黨國會議員納丁多里斯警告講，若是特拉斯唔改變政策的路線，保守黨未來就會輸甲真淒慘，因為講已經愈來愈濟人轉向支持共黨。刷落是美國《紐約時報》指出，不接受到國防議案的升等，美國總統拜登刊載時陣答應會提供災民一切需要的物件，嘛強調講，佛州的州長雖然講伊無共黨，不過會合作應付危機。上尾是華盛頓郵報，同款是議案後衰災情，因為颶風造成大淹水，流動變數造成的垃圾水甲汽油氦氪溢出來，恐驚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羅西亞總統普丁明仔就要滿70歲啊，不過伊也是真有野心。伊伫咧生日之前簽署法令，甲烏克蘭4個地區收入領土。有一寡羅西亞人就形容講，烏克蘭這4區是普丁的生日禮物。不過，這款食人土地行為，國際多數的國家是攏看袂過。今日下晡，歐盟通過對羅西亞實施新的制裁，包含限制羅西亞鋼鐵甲科技產品的貿易，嘛要限制羅西亞海運的原油介紹。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сегодня поставил точку в юридическом процессе вхождения 4 новых регионов в состав России. 俄羅斯總統普丁初五簽署法律正式宣布，將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赫爾松甲扎波羅熱等4個地區並入俄羅斯國土。雖然俄軍表示在赫爾松收復部分的失土，但不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講，有關的繼續甲想要加入俄國的民眾協商，將會奪回某一寡土地。這月凸顯初7就要過70歲生日的普丁，有完真有野心，超出外界所想的。Мною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специальной военной операции. Ее цель – защита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а протяжении 8 лет подвергаются издевательствам, геноциду со стороны киевского режима.
今年2月20日，普丁驾到去纳粹化机械入侵乌克蘭，這也是在2014年並吞克里米亞了後，普丁再度對有意家己北約的烏克蘭出兵，想要到這擺俄軍遭遇頑強抵抗，戰事無像伊所想的順利。Всеми имеющимися у нас средствами. А те, кто пытаются шантажировать нас ядерным оружием, должны знать, что роза ветров может развернуться и в их сторону. 在開戰半年外了後，普丁一面對內動員徵兵，一面用核武威脅，佮借着天然氣供應反制支持烏克蘭的歐洲國家，不過歐盟已經決定對俄羅斯併吞歐東領土實施新的一輪制裁，包括加強限制俄羅斯在鋼鐵甲科技產品方面的貿易，佮對俄羅斯海軍關油油嘅設定上限。公視新聞張惠斌編譯。羅西亞總統普丁頂一日受到動員令的調兵，引起英國內濟人抗議。不過到10月初4，有關是有超過20萬人去互頂吊。有新兵入伍接受訓練了後，講已經是較袂驚就戰場，不過也是毋茫講會當踮佇厝就好，莫就戰場小戰。烏克蘭迄邊的軍心就完全無同，為着保衛家園，因已經堅持8個月過，也是會繼續堅持落去。2個月士氣是天差地。連續發射整理裝備，這個搶裝備的是拄仔開始學習使用武器的俄羅斯有備役軍人。Полный вперед. За родину, матушку Россию. Вот, как бы так. Больше нет страха. 根據俄國總統普丁頂日發布部分軍事動員令，根據俄國國防部，到初4為止，已經有超過20萬人紅證調入伍，部分新兵也送去烏克蘭東部的戰區接受作戰訓練。有一群人受訓了後，驚嚇感已經降低，認為無想的遐爾可怕。不過真正要選，也是唔通面對，唔是生就是死的戰場較好。Мобилизация – это такая штука, где особо-то не спрашивают. Конечн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чтобы ничего этого не было. Хотелось бы дома 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до, значит, надо. 另外一邊的烏軍鬥志又完情關。烏克蘭防治戰已經8個月，烏軍從一開始無被看好，到展現頑強抵抗力。最近幾禮拜，佫開始定拍贏，陸續收復東部甲南部所在的地區。面對俄國動員有備役，因無咧驚。Їхня мобілізація, ну то скільки б там їх не було, вони все одно теж не сильно хочуть з нами воювати. Там були пару полонених, і то і дехто за гроші сюди приходить, дехто. 烏克蘭士兵強調，家己是為家園存亡來戰，這就是俄烏雙方軍心士氣上大的無共點。公視新聞徐婉玲編譯。22歲伊朗的查某囡仔艾米尼，因為頭巾戴無好勢，互警方掠去了後就死亡，是引起全國的憤怒。抗爭甲示威是愈來愈熱，即陣是連高中生嘛加入抗爭，佇咧學校內底畫口號，甲頭巾燙掉，佮立了領袖相片。不過，伊朗當局鎮壓手段煞是完全無落軟，至少已經有154個人死亡。這場風波嘛加到國際，除了有儕個國家辦遊行，甲伊朗的女權活動鬥支持，法國嘛有女兵車嘛甲頭鬃加條烏煙。伊朗的科爾曼街頭4家攏是示威者，學生用一把火甲包頭巾燒掉。22歲庫德族女性艾米尼，伫9月中因為無甲頭巾戴好，互道德警察以違反服裝規定掠走了後死亡。這互民眾是真生氣，對街仔店甲學校4家攏有人在抗議。所以安全部隊是摕棍仔對咧後壁嘛，無法度停止學生的抗議。10月初開學的高中，伫咧學校內面嘛，同款開始反政府。這是伊朗最近幾冬來規模上大的學生運動，上大的精神頭人哈米尼是甲責任薩互美國和外國勢力的介入。清政府的遊行內面，有女性是堅持要支持戴頭巾。حجاب الان به عنوان یک قانون در کشور ماه و اینکه به نظر من شهیدان رفتن که این حجاب رو سر ما باشه。为艾米尼发起的示威，就亲像崩起的炸弹，要求女权和解放的火是真紧就对外烧出去。除了伊朗国内真生气，国际社会嘛真愤慨。For freedom,
法国影后朱莉的庇诺许和玛丽永科昂是带头来做加头毛的运动，女明星甲头毛加落来，而无是咧讲艾米丽的造物。这画面伫社群媒体是一直流传，巴黎艺术家嘛伫隧道是画图，每一个画面拢伫咧要求开放伊朗的女权。伫伊朗，长头毛是女性美丽的标识，公开加头毛就代表上亲上大的抗议。后面一个伊朗裔的瑞典代表嘛伫咧演说内面甲头毛加掉。会当注意的是，即摆参加大规模抗议活动的真侪拢是查甫人，这伫过去是真罕咧看到的。一直拓开的示威代表希望革命必胜，但是伊朗名声真歹的安全部队面对青少年镇压是同款无得客气。伊朗的人权团体是估计至少154个人伫抗议内面无命。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印度喜马拉雅山测试放射，迄当阵因的国防部的训练部队拄好落山要转去营地。对画面当中，咱会当看到讲，说是1万年都看过来，根本就袂赴走。41个人的队伍，至少是有10个人死亡，20外个人失踪。材料大片的白雾冲过来，会当看到远远的营地布棚，互白雾带起来，真侪登山客嘛向光逃走。印度喜马拉雅山当地测试发生射放弃了后，印度国防部一支大力训练的登山队伍，原本要为山顶登去营地，煞被虎刀声造成30顶的布棚拢互带起来。ये जो घटना बेस कैंप 13,000 फुट पे है, घटना 17,000 फुट के आसपास की है। तो वहाँ से कल बता रहे थे 26 मिसिंग है, 4 बॉडीज हैं। आज जो है 6 बॉडीज और मिली है, टोटल 10 बॉडी वहाँ मिल चुके हैं अभी तक, और हमारी टीमें वहाँ लगी हुई हैं। 外国媒体报道，这登山队伍拢总有41个人，学生34个人，教练7个人，拢互带起来。印度国家灾难应对部队甲印度空军接到消息了后，嘛派出直升机到现场搜救，互救倒来14个人拢有一寡惊吓，有一寡人更加是脚步行袂下稳，受伤人最后拢送去病院治疗。अल्टीट्यूड 17,000 है, हेलीकॉप्टर्स 13,000 पे लैंड कर पा रहे हैं अभी, और हम एक एडवांस लैंडिंग साइट भी आइडेंटिफाई करने की कोशिश कर रहे हैं जो एवलांस साइट के नज़दीक हो, और थोड़ी ऊंचाई पे अगर हमको ऐसा कोई स्पेस मिलता है वो हम कम्युनिकेट करेंगे और फिर चॉपर्स वहाँ पे लैंड करेंगे, तो फिर हम लोग और तेज़ी से इस कार्रवाई को कर पाएंगे। लेकिन अभी ये स्थिति है। 去年这山区冰山就因为破裂引起射放弃了后，造成8人死亡。这个事故是印度登山历史内底上侪登山学员因为射放弃过身的代志。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嘛为此感觉悲痛，嘛向罹难者的家属致哀。国际新闻台上朋友。芬兰的欧基骆驼核电厂3号机，测5时达成全功率运转，发电量有1650兆瓦，是欧洲上大核电厂，用电量占芬兰的1城市。这也是2007年以来欧洲头一座启用的核子反应炉。这显示讲，欧洲的能源政策伫咧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了后，又搁重新接受核电。包含德国、法国、英国等等的国家，拢宣布要起新的核电机组，或者是延后机组退休的时间。芬兰的乌基骆驼核电厂3号机，这礼拜三达到全功率进步运转，会当提供1650兆瓦的发电量，是欧洲发电上界强的核電廠，嘛是全球第3大的發電設施。No kaiken kaikkiaan me tuotetaan tällä hetkellä tästä saarelta noin yli 30% Suomen sähköstä, itse asiassa tänään 38%. Ja se on tietysti iso määrä sähköä ja se on sitä tasaista, ennustettavaa, vakaata sähköntuotantoa, mitä ydinvoimalla tuotetaan, ja se tietysti merkitsee aika paljon. Olkiluoto 3 osuus on tästä noin 14%. Ja乌基骆驼核電廠3號機伫去年年底開始運轉，正做自2007年以來歐洲頭一座啟用核子反應爐。嘛，因為俄烏戰爭開戰，致使歐洲的能源價值一直咧壓懸。歐洲多國煞咧傳出新建核電機組，也是講延後機組除役的時間，包含德國、法國、英國，因對核能的態度是對反核傾向，重返核電。芬蘭電力營運商 PVO 表示講，經過幾落擺延期，烏基骆驼核電廠3號機估計要喺12月下間達到全功率供電。No, tällä on todella iso merkitys omavaraisuuden ja ilmastonkin kannalta. Me näemme, että Olkiluoto 3 on Suomen suurin ilmastoteko. 雖然現主時對核電的需求有增加，不過這是救急的爾。歐洲長期以來能源的政策無變，根據上界新的世界能源產業現況的報告數據，歐盟的核電發電度數，伫個過去的20年減少17%，
再生能源煞增加20倍，所以讲减息也是未来的趋势。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美国职棒大联盟洛杉矶天使明星选手，投手手臂好过高光的大谷翔平，今日是做先发投手。虽然天使今日是输，不过大谷翔平这季计共是投166局，有666个打席，成做美国大联盟历史上头一个年度规定投几局规个打席2项拢完成标准的球员。伊这季计共是投出219届三振，比率是全联盟上界悬的。另外，咱来讲到洋基的打者 Aaron Judge， 这季是攻出62支红不让，打破美联纪录，打点嘛是联盟的冠军。有一些媒体就分析讲，大谷翔平甲 Aaron Judge 上有可能摕到美联这季的 MVP。攻占一垒，吹加着教练摕来手套。打者翔平本季第663个打席都是安打，一局后半场投手大谷上场先发。先发头一局，大谷就互运动家打者3上3落，因为大联盟1959年采用资格规则了后作为投手，爱投完加赛季场次同款的162局。这局当时大谷本季第162局，伊主投5局，61分了后退场。虽然天使最后2比3输球，相当败阵，不过本季累积166局，666个打席，成做大联盟史上第一位投打拢达到规定標準的球員。一つずつやっていくことに対してのその規定に2つやっている段階で乗るかどうかが自分としてその目指すべき数字なの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やってみないと分かんないんで、それが分かったのは良かったかなと思います。写落属于家己的棒球历史，大谷比赛了后真平静，无特别想法，也不表示对球季进入季後賽唔忙。全体的な、個人的に全体的には良かったかなとはもちろん思いますけど、それでも、今日で終わっ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は、不本意なところではあるので、本来ならここからがスタートというか本番ぐらいの感じでいければもちろんいいですけど、それを目指して来年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大谷翔平本季28場先發，15勝9敗166局，送出219次三振，防禦率2.33，157場出賽586個打數，攻出34粒紅不讓，95分打點，打擊率2.73，出賽場次生涯新高，成績穩定。伊去年獲頒美聯 MVP， 今年有機會佫競爭。伊上強的對手是只攻出本季第26粒的紅不讓，女是美聯單季上濟紅不讓紀錄。包辦131分打點的洋基隊法官謝志，記者綜合報道。自從羅西亞甲烏克蘭開始戰爭，美國就切斷甲羅西亞濟方面的往來。不過，兩國伫咧太空領域也是有交流。美國將就派一隻飛龍號太空船對 SpaceX 獵鷹9號的火箭升空，上試為太空人去國際太空站。這成員當中都有羅西亞人。MS2 has you loud and clear。4個太空人穿好裝備，坐起的太空船準備要去國際太空站。美國時間7月中晝，飛龍號太空船對 SpaceX 獵鷹9號火箭升空。這擺的任務是2個美國、1個日本和1個俄羅斯的太空人組成的。Thank you, Falcon 9 and fellow agencies, to Roscosmos, NASA, and JAXA, and SpaceX exactly for giving us that opportunity. We're so glad to do it together. And thank you for everybody, for all people who with us. 38歲的安娜·奇奇娜是俄羅斯太空總署唯一一個現役的女性太空人，嘛是20檔以來第一擺有俄羅斯的太空人對美國本土坐太空船去的。美國 NASA 和俄羅斯的太空總署是簽共享的協議，雙方是互惠交換。奇奇娜和另外一個美國太空人是換位，伊坐美國的太空船升空，美國太空人是坐俄羅斯的聯名號飛船去國際太空站。但是因為即馬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戰爭還在打，美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真緊張。不過這個合作繼續，大家是真關心。目前看起来双方并没有切断这方面合作的打算，只是内部都还是有一些声音，所以目前还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国际太空站在10年内肯定也需要更新，在这些太空站上的合作其实有一个洗牌的可能。没有办法参加国际太空站的中国也希望把天宫变成一个未来的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地缘政治的情势之下，太空站的计划有兴趣的国家做协调，那这个是接下来需要非常注意的重点。
这摆太空站的任务是暗算发射了后29点钟就会当到国际太空站，接原本的太空人来做个月的科学任务。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